大家好啊，又係我 Samuel 啊。琴日同大家睇完迷你系列啊，今日咧終於有詳細情報啦。咁除咗迷你系列之外咧，就公開咗啊，3月14號，即係聽日嘅星期六，香港時間11點鐘咧，就有一個魔法石10個啊，再加限界突破 Max 嘅確定Dungeon嘅包買啊。咁睇下幾錢先，3本即係識呃錢啊！知大家咧翻嚟升891辛苦啦，直接俾大家咧去買翻嚟，咁可以帶一隊入去升咧，就全部會變一個891啦。咁就會係1200 yen 嘅，咁我自己就唔會俾佢呃啦，咁我寧願努力啲自己去刷啦。咁另外啦，迷你系列嘅抽蛋機啊，將會喺星期一香港時間9點鐘登場，去到呢個3月30號嘅，咁應該完咗迷你就應該會係校園啦。咁睇翻咧成個機嘅抽蛋情報先，咁都係咧維持翻5石機嘅，咁今次就新增咗3隻嘅7星啦，之前就冇嘅。另外6星都有5隻嘅新，2隻5星嘅新。咁呢部機咧留意住啦，係會有銀彈啦。好似就唔係星彈嘅，最低就2星3星啦，可能有星彈有銀彈嘅機嚟嘅，咁大家抽落嘅時候咧就唔使覺得奇怪啦，2至7星嘅抽蛋機嚟嘅。咁另外啦，我自己覺得新嘅守門員就係呢2隻卡查龍啦，我頭先第一次睇嘅時候咧都唔知點解佢專登要分開呢2隻再擺多一次出嚟噶，咁但係都未知佢哋會隨機有啲咩技能效果嘅，咁如果抽中嘅再同大家去試試啦。咁另外啦，進化情報咧，主要就係琴日睇過嘅一啲新嘅碌屎武裝啦，同埋一啲新寵嘅進化情報嚟嘅。咁呢一啲都其實之前都公開咗噶啦，睇下有冇一啲係未公開嘅先啦。睇下先，快睇一下。咁呢啲全部都公開咗噶啦，反而咧同大家睇一睇呢個能力調整啊。咁主要咧，睇翻調整咗嗰邊嘅部分啦，咁第一隻火龍女啊，咁就係覺醒同埋屬性上面調整咗，變成3屬嘅火暗火3屬啦。另外啦，佢嘅覺醒變成火環牌、暗環牌乘3，兩 SB 防風技、大手指浮游，再加3個7 combo plus 啊，都係火暗隊，睇下有冇出場嘅機會啦。咁我自己覺得用嘅機會就可能微啲啦，或者睇下火暗隊嘅發展。另外啦，佢嘅進化版本覺醒就係火暗環牌乘3個1個，兩 SB 大手指防風技防坐兩九餅再加枝豆，都變成火暗火3屬嘅7 CD 技能一樣嘅。不過隊長技少少嘅上修，6 combo 就有81% 輕減，9攻擊力9倍，固定2000萬追打，龍梯惡魔梯攻擊力回復力5倍啊！咁可能呢個都可以用下嘅，咁係火暗隊都幾 OK 嘅。另外啦，迷你版嘅火克拉覺醒調整咗4個火大家豬4 SB 2個10 combo plus 再加 U plus 火3屬嘅6 CD 技敵嘅重力 25% 啦，再加火珠點燈。咁隊長技7/6隊長技嚟嘅，咁呢一啲可能周回隊有機會用得着，但係一個25% 嘅重力再加點燈啦，都係渣咗啲噶啦。咁始終佢都係一隻5星寵嚟嘅啫。再有火時女啊，火環牌乘3兩個，5色加豬1個，兩 SB 2個防風技9餅，火水同時攻擊功力上升，再加枝豆，火水火3屬嘅6 CD 技解 lock，火水深3色陣，再加1 turn 81% 減。咁隊長技係一個7/6隊長技嚟嘅，咁呢一隻咧有機會可以入到火水隊嘅，當係低 rare 寵啦。咁因為始終6 CD 有3色陣，再加一個80% 輕減咧，都算一個幾強嘅盾嚟嘅。咁可能幫手頂一頂而家啲關卡嘅發嬲大傷害啦，火水隊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另外啦，朱雀咁4星寵，咁佢本身都係武裝嚟嘅，咁就會變成3個火大家豬，兩 SB 大防廢，防風技再加部位破壞4 CD 嘅3色陣啊。咁呢一個嚟撐家豬或者撐 SB 部位破壞都幾好嘅，咁抽咗翻嚟就當武裝用啦，幾唔錯嘅武裝。另外啦，2星嘅火玻璃 emoji 版啊，兩 SB 2個防風技，大手指防坐再加4個7 combo plus，火3屬嘅3 CD 技，3turn之間操作時間攻擊 type 攻力2倍，所以上限解放130億，都係一個
傷害上限嘅 loop 嚟嘅，咁都幾唔錯嘅。作為一隻兩星寵嚟講，咁可能打啲限星嘅地下城有啲用啦。咁咧呢一啲 mini 嘅三角咧，主要係打翻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下邊呢幾隻係打翻嚟嘅。咁打翻嚟嘅就唔特別睇啦，反而睇啲高 rare 啲。另外啦，水屬性水侍女6星寵嚟嘅。兩個水環排成3，五色加豬1個，2 SP 2個防風技，9餅火木同時攻擊功力上升之豆，水木水3屬嘅6 CD 技，咁有少少似火侍女嘅，咁佢都係6 CD 技啦，解 lock 一個火木水木心嘅3色陣，一 turn 之間 80% 輕減啊，咁有少少相似。咁隊長技水屬性功力50倍，木屬性 HP 回復 5.4 倍。木水同時攻擊發動時3 combo 加算，固定1200萬追打。咁呢個水木隊有機會用得着啊！咁係一個無條件嘅，已經有攻擊50倍啊，幾唔錯嘅，即係水侍女。另外啦 ，mini 嘅水埃防風2 SP 2個防風技大手指2個心珠強化 10 combo 再加 U+ 啊，水木水3屬嘅3 CD 技3 turn 之間傷害輕減，防風同埋覺醒全回復啊，咁係一個3 CD 嘅輕減 loop 嚟嘅，咁有埋解覺醒咧，咁作為一個水木隊啦或者多色嘅隊員都 OK 嘅。另外隊長技3色同時攻擊 81% 減，功力10倍攻，使用技能時水屬性功力回復6倍，咁麻麻地嘅。如果隊長技嘅話，下一個青龍嘅化身啊，咁都係武裝嚟嘅。3個水大家豬2 SP 大防毒，再加防風技部位破壞，咁當係部位破壞嘅武裝啦。呢一堆好啦，呢隻3星嘅冰之魔劍士係抽翻嚟嘅 mini 版嚟嘅，咁變成水3屬嘅2 SP 2個防風技2隻大手指10 combo plus 2個7 combo plus 再加無效貫通 plus 5 CD 技1 turn 之間傷害激減，咁唔知呢個幾多 percent 啦，再加全珠點燈盾1個破壞。呢一個可能當係水嘅盾1個破壞，或者多色都可能用得着嘅，暫時未諗到點用。不過作為一個低 rare 去解一啲限 rare 嘅關卡，可能會有啲用嘅。嗱，呢一隻咧係以前好勁嘅 MVP 5色寶石兔仔啦。咁因為佢係1個2隻就喺 loop 嘅多色隊嚟嘅，咁希望可以 keep 住用啊。睇下今次嘅強化先。防風2 SP 防風技大手指深 L 字，再加5色強化 plus 木水同時攻擊強化，再加2個回復強化 plus 啊，咁係水暗木3屬嘅，變成2 CD 技2 turn 之間全員傷害上限解放130億，解 lock 綠色各3粒新城啊，咁繼續可以2隻 loop， 咁有埋全員傷害上限解放，咁相當之厲害嘅3星寵啊。咁隊長技登進作為隊長進入時咧 ，drop 率小提升啦，5色同時攻擊20倍，咁當係限 rare 嘅 MVP 隊長或者隊員啦。好啦，呢隻換翻嚟嘅，我冇記錯，呢隻怪鳥仔變身3星嘅變身寵嚟嘅，防風技3 SP 再加10字 plus 啊，15 CD 變身1 turn HP 全回復。咁變咗身之後咧，變成防風技大手指3個心珠強化 plus 3個10字 plus 嘅，變成水3屬嘅3 CD 技3 turn 強化珠 100% 掉落，1 turn 之間回復力操作時間最大 HP 2倍，都係可以搭翻啲低 rare 隊用啊。咁有3 turn 嘅強化珠 100% 掉落咧，呢個 loop 係幾唔錯嘅。咁佢嘅同步覺醒解放條件就係要新嘅阿典娜 mini 版嘅降臨啦，就會滿技同120呢嘅。有冇邊隻特別突出呢？睇下先，呢一堆 loop 可以睇下執行者，我自己幾想試下玩呢個執行者嘅，都係一個暗 combo 嘅隊長嚟嘅，6星寵嚟嘅，變成暗水暗3屬嘅防風4個暗大家豬防風技2個10 combo plus 再加 U plus 3 CD 技全珠點燈5 turn 傷害輕減，哇！又係 CD 少於輕減嘅 loop， 咁可以裝翻一個1或者2 CD 嘅武裝都 loop 到輕減啦。咁隊長嘅暗屬性 HP 攻力 5.5 倍 ，HP 80% 以下攻力12倍攻，暗2 combo 燒3 combo 加算，固定1300萬追打，限血隊就爭啲喎，真係。
好，咁暫時唔睇呢一堆強化住啦，反而咧睇一睇有咩包去買啦。咁如果強化即係有啲特別突出咧，再同大家去跟進翻或者用一用去試下啦。咁都有一抽包買嘅160 yen， 咁另外啦5星嘅以上10年抽就240 yen 可以買10年抽。另外3600 yen 嘅新 BGM pad 就係今次新嘅南澳啦。另外啦，呢個隊伍覺醒 Collabo 強化咧就係今次新嘅鬼龍，咁應該就係換翻嚟嘅。咁另外啦，100萬 MP 可以買嘅執事閱讀啦，就可以100萬 MP 買嘅，咁呢個唔使俾3600 yen 啦。咁咧今次登入翻咧，第1日、第5日、第10日都會送翻1抽嘅，咁呢個少咗啲啊。之前我冇記錯，對上一次有5年抽送俾大家噶。咁另外啦，都睇下先有啲咩打咧，呢個都睇咗噶啦。咁就會有 quest 去打啦，咁有 level 嘅 level 1到 level 10。咁另外就有mini 三角嘅 rush 啦、鬥技場啦，同埋2個降臨嘅。咁有一個降臨都係限8星以下嘅，咁就要用翻佢嘅重去打，咁可能就比較容易啲啦。咁睇下大家抽中幾多啦。咁打人第一次鬥技場都會送翻星5以上 mini Q 啦，確定一抽俾大家嘅。咁我自己覺得呢隻雅典娜咧幾值得升嘅，咁因為佢都有一個降臨重都有一個1500億嘅雙上限解放啦，咁攻擊力都相當之好，咁而且都係一個無火力上限嘅光 U 神 type 隊長啦，咁應該都幾平民幾好用嘅。咁今次都叫幾多嘢玩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喺佢雖然話叫 Collabo 合作啦，不過呢個當然係自家嘅event啦，咁我覺得可以當係一個過渡活動啦，同賺下佢啲石或者刷下降臨就算啦。咁睇翻去鬥技場咧，今次都有翻3億2嘅經驗嘅，咁大家都可以當係升 ranking 去用啦。咁今日呢個 mini 嘅速報係到呢度啦，咁睇下佢4月份會唔會有真係一個新嘅合作啦。咁今日嚟到呢一度，如果你未訂閱嘅，記得訂閱，下條片見，拜拜。